Hello， 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Man Home Tech 嘅副台。今集同大家分享啱啱新鮮滾熱辣出爐嘅 Nothing Phone 3A Lite 啊！咁就 Nothing 品牌第一次下放到更加平嘅價位，面向更加多嘅消費者。咁但係呢部機咧，我認為唔係幾好彩嘅，因為出師不利啊！喺發佈前2-3日啦，已經好多科技媒體率先爆料，就講緊呢部機係 Nothing 第一次咧，就係會加入廣告啦。另外會預載一定數量嘅第三方應用程式，因為講緊以前 Nothing 同埋 CF 呢兩個品牌存在咗好大嘅 feature 啊，就係冇廣告同埋係冇第三方應用程式嘅，就提供翻一個相對 pure 啲嘅用戶體驗啦。就例如我手頭上用緊一部 CF Phone One， 咁就係用嚟錄音嘅。咁我開機嗰陣啦，就見到啦，除咗預載 Google 嘅 Apps 啦，同埋 Nothing 自家嘅基本功能，就例如天氣啊、錄音機啊、相機啊、圖片庫，再加埋個 Nothing X 用嚟連接翻 Nothing 自家產品之外咧，就冇任何嘅第三方應用程式嘅。咁呢位啦係當時令到相當之欣賞嘅。咁多個原因，今次單新聞一出街之後咧，係 Nothing 嘅 community 啦，就引起咗好多外國嘅 fans 嘅迴響啊，就遭受到大力嘅抨擊。咁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啦，就好歡迎喺下面留言翻啦。咁但係為咗證明咗其實 Nothing 啦近期就可能相對撲水啲嘅。咁始終做一個新興嘅電話品牌啦，銷量比較低嘅，咁控制成本能力又有限，咁撲水都係合理嘅。咁但係呢個做法會唔會引起反彈，令到大家放棄個 brand 呢？咁呢個位啦，就係等我哋拭目以待啦。好，咁依家就言歸正傳，同大家睇睇佢嘅 spec。咁簡單啲講，你只要認真論一論佢嘅 spec 咧，你就會發現其實呢部機係改裝自 CI-Phone 2 Pro 嘅。咁喺香港大鋪啦，已經減到1999蚊。咁你會留意到呢部機身嘅高度、闊度同 CI-Phone 2 Pro 係一模一樣，164×78mm 啦。而另外你望一望佢機背啦，佢後面嗰3個鏡頭嘅擺位啦，鏡頭與鏡頭之間距離根本係一模一樣。咁由此可見啦，呢部機好可能啦，就係揾同一間 ODM 將之前開發落嘅 CI-Phone 2 Pro 叫佢小修小改，就變成一條好漢，當一部新 product 出街。咁嘅做法就可以大幅減低開發嘅時間啦，同埋成本啊，咁啊可以慳到啲 cost。咁都進一步見到其實今次 Nothing 啦都幾撲水嘅。咁好啦，咁依家就同大家好快咁 go through 一下佢嘅 spec 啦。其實基本上8-9成以上嘅硬件啦，就同 CI-Phone 2 Pro 係一模一樣，咁都冇咩討論嘅價值嘅。咁我個人認為啦，咁依 CI-Phone 2 Pro 喺香港大鋪最新減到1999蚊嚟講啦，我就比較 prefer CF 嘅，就冇咁推介呢個 Nothing Phone 3A Lite。咁最主要嘅原因啦，就出在相機鏡頭啦。雖然呢兩部機基本望落去嗰3粒鏡好似一模一樣，但係 Nothing Phone 3A Lite 啫就閹割咗長焦鏡頭啊。咁連一個好重要嘅 feature 都掹走埋。因為講緊以前嘅 CI-Phone 2 Pro 啦，我認為一個好吸引嘅地方就只需要2000蚊多啲嘅價錢。即係講嘅中低階嘅檔次啦，就提供咗主鏡、廣角，再加埋長焦。咁相比 Samsung 啊，又或者其他大廠啦，甚至講緊係小米啊，都好難喺一個2000頭價位已經提供到長焦鏡頭。而長焦鏡頭啦，就唔係以前 Sony 嘅 Xperia 10啦，800萬像素4/1寸用嚟托嘅，仲要係1/2.88寸啦嘅5000萬像素鏡頭。雖然啦 sensor size 唔算大，而且又冇 OIS， 但係2000蚊頭可以做到呢個嘅長焦鏡咧，已經非常之唔錯。但係嚟到最新嘅 Nothing Phone 3A Lite 就閹割咗。就換嚟咗粒200萬像素1/5寸嘅微距鏡嚟托出嘅，咁所以個原因啦，就令到我比較推介 CI-Phone 2 Pro 啦。咁但係前提就係第一啦，你唔介意 CF 個品牌，可能俾個感覺就係個檔次低少少啦。又二嚟咧，就係一個塑膠橙色嘅機身嘅，咁啲朋友啦就嫌膠味太重啦，又或者望落去就係相對 cheap 啲，咁就同 Nothing Phone 3A Lite 可以保持翻一個玻璃機背咧，
就會有少少喺質感上嘅分別。咁但係去到最後啦，呢啲嘢都係各花入各眼，就交翻你自己去決定。好啦，咁而家就同大家好快高呼一下啲基本嘅 spec 啦。咁第一件事啦，就處理器一模一樣噶啦，就 MTK 天璣7300 Pro 啦。咁喺 MTK 一粒 U 咧，其實性能係 OK 嘅，即係例如我而家手頭上嗰部 CF Phone One 啦，其實都係一粒 U 啦。咁 Geekbench 6多核跑分都可以去到接近3000分嘅，咁2900幾。咁日常使用啦，我用咗2-3個禮拜到。我覺得好順喎，冇問題喎，咁都幾正嘅。咁當然啦，個手頭上呢部機999蚊買翻嚟，仲未計信用卡回贈，咁我當然就覺得係物超所值嘅。咁但係放到2000蚊以上 O 唔 OK 咧，就交翻你哋自己去決定啦。咁然之後佢哋嘅螢幕尺寸一模一樣啦，咁正如剛才所講，都係 copy 自 CF Phone 2 Pro 嘅啫。咁就6.77寸啦，咁全高清解像度。咁而且120Hz 嘅 AMOLED 啦，2160Hz 嘅 PWM， 咁所以望落去都正常嘅。咁連埋個螢幕玻璃啦，其實呢兩部機一模一樣嘅，都係 Panda Glass 啦。咁所以再一次印證咗，其實呢部機根本就係 CF Phone 2 Pro 嘅小改版嘅啫。好啦，咁睇完螢幕同埋處理之後啦，咁我就講一講呢兩部機一個好大嘅共同優點啊。就係支援 micro SD 記卡，咁今時今日啦，好少可2000蚊樓上機種仍然做到 micro SD 記卡，咁呢位啦都要俾一個好大嘅 like 去嘅。咁如無意外，我自己估咧，佢嗰個儲存機體就 UFS 3.1。咁過往 Nothing 啦，我認為儲存機體嘅種類咧，抌本係抌得幾深嘅。一嚟如果手頭上用緊呢一部 CF Phone One 咧，明明係一個相對低啲嘅 product 啦。但係都已經肯用到 UFS 3.1，咁所以當我用999蚊買到翻嚟嘅時候啦，我就真係覺得好順啦。咁呢一粒 U 再配 UFS 3.1，其實一般日常使用嚟講已經順暢無比，我自己都冇乜嘢好挑剔噶啦。好，然後就嚟到相機啦，咁其實鏡頭就同剛才嘅 CF 係一模一樣咁滯，咁純粹閹割咗長焦鏡啦，變咗一個都唔知用嚟做乜嘅微距鏡嚟跑龍圖嘅。好，咁主鏡頭over 1.57寸，當然值得一讚啦。以2000頭嚟講，好大嘅 bonus。因為講緊價錢貴都幾嚿水嘅 Samsung Galaxy A36啦，仍然半寸左右嘅。咁而over 1.57寸咧，喺 Samsung 嚟講啦，已經屬於高階機嘅水平。一講最新嘅 Galaxy S25啊，又或者係 FE 啦，都係一個 size 嚟嘅啫。咁所以我期待佢嘅攝影質素係會高過一般2000頭嘅電話。但係廣角鏡相對渣少少啦，800萬像素啦。咁我原先放咗喺 CF Phone 2 Pro 咧，我就覺得咁啲 course 係留翻嚟做呢一個長焦鏡，咁所以廣角鏡閹割咗咧係情有可原嘅。因為我留心到啦，今年有其他廠商有啲機種咧喺中階嗰度，同上一代相比，當加入咗長焦鏡咧，廣角鏡就自然會燉冬菇嘅。咁連埋呢個旗艦機 Pixel 10都唔例外啦。咁之前入邊專題文章都提過啦嘛 ，course 呢樣嘢咧通常 fix 咗喺個數，就依個數嘅。你要做長焦鏡冇問題㗎。咁你主鏡廣角鏡閹割啲砌翻條數，咁大家就打和嘅。好啦，咁言歸正傳啦，咁呢一部機其規格其實同 CF 啦一模一樣啦，例如1600萬像素嘅前置鏡頭啦，咁約莫就1/3寸嘅 sensor， 同埋就只能夠支援全高清嘅攝影解像度啦，就唔支援 4K 嘅。咁而 WiFi 方面就 WiFi 6。雙頻咁正常嘅，咁我預計啦，天線係雙天線。點解咁樣講呢？因為我而家用緊嗰一部 CF Phone One 咧，佢係單天線嚟嘅。咁我原先都唔係好肯定嘅，咁但係我都估緊係咪單天線。咁當我入手咗部機啦，然之後開 setting 睇我連咗屋企嘅 WiFi 6 router 啦，我見到佢嗰個傳輸速度咧，快極都係400幾，唔過500嘅，咁好明顯就係單天線。因為行緊舊一代嘅 WiFi 5啦，係雙天線嘅話，最高都可以去到866嘅。咁所以見到500以下，如果係 WiFi 6嘅話咧，就一定係單天線嘅。咁然後佢就支援 NFC 啦，同埋一個光學
嘅指紋解鎖技術，咁呢啲正正常常嘅。而去到電量啦，就一成不變噶啦，跟翻 iPhone 12 Pro 啦，5000mAh。但嚟到今時今日，你見到一系列嘅中國廠商啦，已經好積極做到6000啊、7000啊，甚至最新 Honor 嗰部8300嘅。咁所以5000望落去就相對蝕低少少。一再望翻佢個重量咧，就再多個原因令到我係會比較 prefer iPhone 12 Pro 而唔係揀 Nothing Phone 3A Lite 嘅，就係因為 CF 咧佢重量185g，而 Nothing Phone 3A Lite 咧差唔多嘅 spec 竟然就推高到199g，差唔多去到200g。而另外啦，機身厚度增加咗 0.5mm， 都係一個好大致命傷啦，令到我會選擇翻減緊價嘅 iPhone 12 Pro 啦。而再加上 CF 啦一直減價減得咁快咧，嚟緊可能會再減多少少嘅，因為 CF 啦佢嘅機身厚度咧比上一代大有進步啊，成功跌穿 8mm， 去到 7.8mm。但係講緊最新嘅 Nothing Phone 3A Lite 啫，就要做到 8.3mm 啊，就同另一部啦 Nothing Phone 3A 差唔多嘅。咁所以呢啲位咧都令到我比較推介呢個 iPhone 12 Pro 啊。咁唔中意橙色咧，咪去網上啦買翻個其他嘅顏色嘅殼吸住去，咁望落去啦就冇咁膠味濃啦。好，咁最後啦，咁插電速度就 keep 住 33W 啦。咁都冇乜嘢好批評嘅，咁第一位啦，相比起 Nothing Phone 3A 就倒退咗啦，因為 3A 啦就可以做到 50W， 相對快少少嘅插電速度。好啦，咁今集啦就講到呢一度先啦，咁總之就俾大家知道，就今次 Nothing Phone 3A Lite 其實佢嘅機身佈局啦，同埋絕大多數嘅硬件規格，就同 iPhone 12 Pro 係一模一樣咁滯嘅，可以見到啦 Nothing 純粹將同一個開發咗個模啦，改少少嘢，改個機背，改下啲顏色，後面加粒 LED 燈，就變成 Nothing 自家嘅產品嘅。咁然之後啦，最可惜嘅地方啦，就嚟緊 Nothing 會喺啲平價機種啦，就係會加入廣告，同埋加入一啲預載嘅第三方應用程式。咁呢個位唔知係唔係 Account Pay 就自打嘴巴啦，因為查翻啲網上新聞啦，就講佢以前網上啲言論咧，就係好推舉呢一種冇雜質嘅用戶體驗，但係就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咁唔知道點樣睇啦，都歡迎下面留言啦，同大家分享翻嘅。咁我自己用咗 iPhone One 一段時間啦，用咗2個禮拜左右。咁其實基本上就每日都用緊嘅，咁但係平時日頭要做嘢忙啦，就擺低咗。咁啊，通常夜晚翻到屋企用啦，同埋禮拜6日多啲時間就可以用下嘅。咁用落去 so far so good 咯，冇乜嘢挑剔，冇乜特別咯。我會覺得佢個 OS 其實就唔係咁自家嘅，因為佢個 launcher 佢嘅 UI 咧，只係將原生 Android 好似改咗一半。咁就拎咗出街，就同人哋小米啊、Samsung 嘅 One UI 等等咧，好似 100% 自家製嘅感覺就好唔同。因為過往啦，就用開 Nokia 同埋 Pixel 就自家，sorry 就係 Google 嘅原生 UI 㗎嘛。咁我就會 feel 到，其實有時 setting 嗰啲畫面咧，我會話係佢自己改少少咯，咁就保留翻人哋一半咁樣，就整咗一個唔鹹唔淡嘅東西出嚟嘅。咁就對於我一個過往用開原生界面嘅人嚟講啦，我就感覺容易適應啲。咁但係同時間啦，感覺到佢有自己嘅 feature。咁最可惜咧就係 icon 個橛啦。咁我之前係 Flash 都有講過嘅，咁大家見到啦就見到啦，因為啦佢就會有一啲自家嘅 icon 嘅 style 嘅。咁就相對係單色啲、寡啲，但望落去都係科技感強少少。但係咧就有若干嘅 apps 啦，佢係冇做到自家嘅 icon。咁結果一打開 app list 啦，就非常之騎呢，就變咗望落去就係有90%嘅 icon 係自家風格。但硬係咧1-2個半圖啦，就攝咗喺入面，望落去就有啲不倫不類，同埋有啲硬硬嘅。就印象中啦，就好似有 speed test 啊，好似有睇先，我 cap 咗張圖擺咗上網㗎。Adobe Reader 啲咁大路嘅嘢，佢都冇做到啦。Google Translate 個個都有咁滯嘅喎 ，Google 咁出名 apps 啦，佢都冇做到自家嘅 icon 塞落去。咁 speed test 又冇啦。
咁擺咗陣，而且我嫌啲色太寡啦，咁所以最後咧我就換翻 Google 正常自己嗰啲嘅 App Icon 嘅。仲有啲咩分享咧？我就覺得佢鈴聲比較奇怪，呢個位都好值得去 highlight 翻，因為佢內置咗好多 Nothing 自己嘅鈴聲啊 notification 嘅 sound 啊，但係啲聲咧聽落去真係太有自家 style 啦，但係我感覺就唔係幾大咯，我覺得奇奇怪怪嘅。我覺得係冇一個揀得落手咯。咁我遲啲就有機會啦，再喺 YouTube 同大家分享嗰啲聲咧，聽落去係好聽啲科技咁咯，難聽啲講句就真係太過小眾啦。然後就個相機 app 都可以討論一下嘅。咁我自己咧就發現咧，佢嘅夜拍相對係 OK， 因為係一個細少少嘅 sensor 啦，同埋冇 OIS 嘅情況之下，我覺得佢一般嘅夜拍都發揮到嘅。咁當然啦，當啲光源係複雜啲嘅時候啦，佢就處理得有啲凌亂嘅。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啦，其實佢嘅細節保留啦，同埋啲線條嘅 sharpness 啦係 OK 嘅，咁色彩還原都 OK 地準確嘅。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出咗喺啲食物拍攝啊，唔知點解喺光線充足環境之下，呢啲食物影出嚟好鬼暗、好鬼勾、好鬼陰，呢個係演說法嘅問題。咁希望嚟緊啦，佢哋都會修正。但係除此之外啦，其實各方面就係一個好正常嘅2000蚊頭啦，中低階電話會有嘅水平。總之嗰句啦，如果期望唔係咁高，唔好用高階，唔好用旗艦機嘅話，尺度去咧，當係一部低階機。其實呢部機嘅相機係絕對交足貨有餘嘅，因為佢用到 Sony 嘅 IMX882，咁相比平時我哋 Samsung ISO 成 GM1、GM5 有 over 2.76寸，咁佢嘅細節保留能力啊，尤其是夜拍嘅表現係會高上一級。咁當然啦，唔會高多2-3級嘅，但係起碼比目前1000元嘅低階機高多1級咧。咁再加上999蚊買得入手啦，我已經非常之滿意，用得非常之愉快嘅。咁只係一個好好笑嘅位咧，就係機身嗰個嘅相機 app 啦，佢嗰個嘅對焦個框框咧，當你撳咗落去咧，明明對得啱對得正噶嘛，唔知點解佢屎忽痕就 set 咗做紅色框框，成日俾人感覺啦，係唔係對唔到焦啦，迷咗焦啦 ，lost 咗嘅。咁正常嚟講應該用翻綠色，先代表對焦係 OK 噶嘛。咁所以呢部機好多時候啦，佢嘅原裝 UI 好中意紅色嚟表示一啲嘢，但係放咗喺對焦嘅時候咧，令到成件事就好容易令人誤會啦，同埋觀感上唔係幾舒服嘅。好啦，咁啊，今集啦就暫時講住呢度先啦。我自己講下都唔係知道自己講到邊。咁如果大家啦之前係 CSL 999蚊已經入咗手 CF Phone 1啦，都歡迎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翻你嘅用後感啦，同我哋一齊討論嘅。咁睇下嚟緊我有冇時間同大家做翻一個詳細嘅評測文啊，因為我自己都有少少懶，即係我而家連呢一部機嘅開箱文都未做嘅。咁就順帶一提啦，好多謝 Carol 哥幫我手啦，就係 Carousell 啊，30蚊一隻殼。咁啊，原廠殼連埋螺絲啊，有支針喺入面嘅，咁啊幫買咗2隻，咁啊好多謝佢啦。咁嗰日佢特登要好遠去到葵芳幫我去交收，都要講聲唔好意思嘅。咁要 Carol 聽緊呢一集啦，咁記得就 WhatsApp 同我 say 翻個 hi 啦。好啦，咁今集啦就暫時嚟到呢度先。咁大家對於我目前用緊嘅 CF Phone 1啦，咩問題或者係地方想知道啦，咁都好歡迎下面留言啦，就同我講翻。咁我解答到都盡量解答嘅。咁嚟緊我 schedule OK 咯，希望喺年尾，目標係12月左右啦，可以同大家做到一個嘅評測文。因為依家小米 15T Pro 理論上要做一個相機嘅評測文嘅，咁但我自己都有啲難掛住充啲儲值卡啦，咁啊遲遲擺埋咗一邊，冇乜去搞到。咁所以希望今年年尾一鼓作氣啦，做到呢2部機嘅評測，咁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啦，咁我就會更加開心噶。好啦，咁希望啦，最尾大家幫手啦 ，like 呢個副頻道啦，同埋最緊要 like 埋主頻道。咁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同 Tech 嘅支持啦。